想不被 AI 取代，你得先比 AI 更會做人。哈佛大學最新研究分析了美國6200萬名勞動者和2.45億條招聘數據。哈佛的研究告訴我們，AI 正在重新定義有用的人。未來能活下來的，不是學最多的人，而是學得最快的人。我總結了3條生存法則。第一條，選對方向，不要只學工具，要學方法。第二條，提前實戰，越早讓 AI 進入你的工作流，越快建立競爭力。第三條，練不可取代的能力，像共情力、決策力、整合資源的能力，因為這些是 AI 永遠學不會的。AI 讓世界更快，但也讓人性更稀缺。未來的贏家不是最聰明的人，而是最清醒的人。